这个疫情稳定，学校嘛开始来现热，再加上三倍券甲安心旅游的加持，国内旅游是大爆发。就参这个林务局嘛咧抢攻着旅游的商机。林务局甲旅行社合作推出着森林巴士一日游的行程，有20条的路线，一天的团费只要499块。伫山林内底吸收薰陶精，台湾有18个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还佫有152条自然的步道。你有行过几条呢？不过想要享受这种伫山林内底散步的趣味，除了家己开车，即马佫有一种选择。身在其中，好幸福。会当坐巴士去，林务局即马嘛要抢国内旅游的商机，找来旅行社规划20条的路线，其中有11条，大家拢会当出发。在第一季就准备要推出了这样的行程，各个这个行程，可是遇到疫情的冲击，动能的暂停，转在国内消费，我对这个是充满了信心。森林巴士之旅一天来回，每一人499块，带你去内洞森林游乐区、乌来水墙、老街和泰雅民族博物馆，费用包括交通、游乐园的门票，还有保险费。若是包括中昼顿，大概就是1000块起跳，拢总会当使用3倍券。甲山林之旅包装成一日游的行程，进攻国内旅游的市场，让旅客加一项选择。